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李彤，我係吳秀華。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廉署3名調查主任教唆證人作假口供，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內地經濟連續5季放慢增長，專家相信可能要到下半年先至會反彈。北韓發射運載衛星嘅火箭失敗，外界擔心佢會核試。詳細嘅新聞內容，3名廉署嘅人員09年調查一宗造竊案嘅時候，教唆證人提供假口供。區域法院裁定佢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其中2名被告更加被裁定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全部押後判刑嘅。3名被告入面包括1名廉署總調查主任，係歷嚟被定罪嘅最高級嘅廉署人員。梁素婷報導。首2名被告廉署總調查主任曹永年同高級調查主任陳啟雄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法官尤德康指證據顯示2人曾經多次有意識咁引導證人俾假口供。佢哋2個同另1名被告助理調查主任歐劍鋒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法官指被告嘅行為違反廉署人員嘅工作守則，亦都可能影響案件嘅審判結果，案情嚴重。對於辯方指廉政公署係獨立機構，廉署調查人員唔屬於公職人員。